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0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过头了后，高速公路已经开始塞车。连假头一天，中南部天气好，各地景点人拢已经叉。内政部定案开放跨国的同性婚姻，除了中国人，其他国家甲香港、澳门的同性情侣，拢会当伫咧台湾登记结婚。屏东偏远地区派出所欠卡手，潮州西市派出所的警察去巡逻，就无人过派出所，国不是将伫咧日时关门。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交通状况。今日过头了后，国道5号、国道1号部分路段车速拢无到20公里。国道3号大溪到龙潭、嘉东到香山嘛拢有塞车情形。交通局预告，初1到初3落南会较塞，初3过到初5就换就北会较歹走。提醒大家出门进前都要先查路况。春节假期第一天下晡开始，部分路段塞车的情形愈来愈明显，有的所在时速甚至干那20至40公里。交通局提醒驾驶注意车辆的距离。国道3号土城到树林以及茄东到西滨的这个路段，也是有一些车多拥塞的情形，行车速度大概落在20到40。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南向的车流也是有一些逐渐涌现的情形哦。那这股拥塞的车流预估到下午的6、7点才会逐渐的获得疏解。交通局表示，为着消透未来几天的车流量，初1到初3之间，国道1号落南平镇保盐路段，半暝12点至透早5点的红引道；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路段是透早5点至12点之间红引道。另外，初3到初5之间，上北的国道1号保盐、国道3号西滨，中昼12点至半暝12点红引道；国道1号虎尾、林德、王田，也有国道3号的民间双平，中昼12点至暗时9点红引道，收费的部分嘛有调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初8，整个连假期间都实施单一费率，凌晨0点到凌晨5点是暂停收费的。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初3到初8之间有高升在管制，民众要注意。另外，气象局除了提醒注意低温以外，嘛发布陆上强风特报，西部地区会有9至10级的大阵风，南北来往的车辆要注意安全。记者麦上郑准由台北报道。今仔日连假的头一天，中南部的天气真好，已经有不少人出门旅游啊。游乐园年会大街4个人拢叉。也未开幕的高雄莲池潭灯花，嘛已经有民众先走去翕相。因为汉日连假休10天，佚佗的人真是比英国加真多。景点塞车甲违规停车的状况是不止严重。这只18公尺高的麻糍土啊，气已经灌饱。高雄莲潭灯会会伫1月20日举行。麻糍土啊是这届灯会大赛，嘛大声公开。伫春节假期的头一天，都请真侪游客来这行搭。那个趁灯节之前人比较少一点，不然之后这边应该更多人这样子。婚纱飞车向下卡转冲落，大家是叽叽叫。台湾中部的天气真好，台中丽宝乐园连假的头一天就一直来侪游客。远方评估，人地的高峰会伫初3到初4这2天，10天的假期按算会有30万的游客入园。那预计在初3、初42天会迎来旅游的出游人潮。那我们在整个春节假期预计会高达30万的出游人次。过新年办年会，台中真出名的一中商圈，为围路前一天开始，就封路办年会大街，民众大概是定定来这买物件。商圈的注意评估，伫过年期间，大家拢会有5000多人次来这消费。一中街从太平路一直到育才北路，将近有100个摊商这样。目前的人潮每天都将近有5、6千人。过年期间我相信会增加。人阵带来商机，不过嘛造成严重的交通问题。三只拉拉坡进驻台中市东区，伫试营运的期间，拄好拄着过年，4库里的交通是规个拍敢球共款，人行道插真侪乌托摆，警察无用伫咧开红单，民众嘛害惨。我就是因为这里刚开，然后不是很熟，然后就绕很久才找到车位。疫情解封了后，拄着历史上上长的春节假期，各地侪民众拢出来佚佗，这嘛考验地方政府应变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日国内是增加17869例新冠本土病例，比顶礼拜5减1成6，已经是连续11天病例拢有减少啊。另外，对中国入境的阳性比率是降到5.2%，金门马祖小三通的阳性率嘛，干那0.8%。
虽然讲目前疫情看起来是有愈来愈少，不过过年时啊聚会多，人阵南来北往，个人的防疫也是一定要注意。国内新冠本土病例数各降，20是增加17869例本土个案，病例数含顶礼拜五变是减3515例，减16.4%。境外入来有349例，个案当中增加61例死亡，死亡个案内面上少年是30多岁的查甫人，快筛阳性8天了死亡。有慢性病史，但是他并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的新冠疫苗。在1月9号快筛阳性确诊之后，就持续身体不舒服在15号的时候就医，就发现有肺炎跟呼吸窘迫，所以也紧急插管住到加护病房。经过药物治疗之后，仍然不幸病况恶化。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1月18对中国入境来台湾旅客的采检结果，2255个人当中，118个人喙内 PCR 采检是阳性，阳性率是5.2%。今仔过年小三通入境的人，阳性率佫干那0.8%。指挥中心研判，对方的疫情高峰已经过啊，但是过年真侪人出去耍也是返乡，佫慢慢开放，防疫袂当放量。那我们最近也发现有一些重复感染的案例，所以原则上来讲，假如说接触到从大陆回来的人，我们就要特别小心 BF.7或者是 BQ.1的这2个变异株。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总理韩德洙20正式宣布，讲1月30开始，除了病院、药房、大众运输取消大部分的室内喙安令。日本媒体嘛讲，可能4月开始会调降新冠分类的等级，但是指挥中心嘛提醒，最近日本、韩国的疫情较严重，民众若出国去这些所在嘛是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咧2019年，才做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不过，若是正判其中一个人是外国人，要同性结婚，就要面临真侪难关。不过，内政部长已经定案，开放跨国的同性婚姻。除了中国人无法度申请，其他国家阁有香港、澳门的同性正判，拢会当伫咧台湾登记结婚。多了一个法律的保障的感觉，小小的开心了一下下。传奇的狗仔做伙展出因相对的手指甲手权，为台湾来的小翕，甲为马来西亚来的同性伴侣苏雄，因做伙9年，即嘛总算会当结婚啊。去年的11月17号，我们到了信义户政事务所已经登记，然后被拒绝，然后我们已经开始在跑诉愿了。昨天他突然间排版定案，如果说是需要再去登记的话，就是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1月30号我们2个人就会去了。虽然台湾伫2019年才做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不过下国同婚有限制外籍伴侣因的国家，嘛爱承认同婚才有准算，所以因2个人敢来当拍官司来争取。结果伫申请进前，内政部发公文给地方政府，无论对方的国家敢是有允准同婚，同性伴侣拢会当伫台湾登记。移民署这边跟陆委会这边并没有去改变他们的行政规则，所谓的入境面谈这个机制。内政部这个规划，真做袂少下国同性伴侣新年礼物，不过另外一个礼就无遐尔圆满。好吧，年就要到啊，真侪民众拢想要甲亲人团圆，不过小静敢来当透过视讯消透伊思念的心情，因为伊的伴侣跟这样的查某囝拢伫中国。说坦白，我们还蛮难过的。前段时间我有动手术。然后他没办法过来，因为法令相关的限制，这个开放并无包括中国的同性伴侣。不过小静嘛讲，按算伫3月份了后，2个人就见面，又搁要去美国登记，希望会当赶紧找做真正亲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情势，今日国防部侦测到31架中国军机、4架中国军舰伫咱附近活动，其中是有12架军机破过大海中线。有美国的智库专家就认为讲，美国含含糊糊的战略政策，和台美的关系陷入困境。卖台湾武器就是美国挺台湾上强的信号。不过，国内专家是分析讲，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有关是以家己的利益为主。为了前一天中国军机继续绕台，到20早起6点24点钟内。国军就侦测到4架强舰和强机31台，其中12台是超过海峡中线。美国地壳学者郭红军发表文章认为讲，中国军事威胁是大大增加。美国用战略无清楚的政策，会让美台是陷入首都困境，已经无适合。嘛认为军售是美国支持台湾上强烈的信号。可以看到，拜登他在最近1年多，大概有至少4次发言，内容基本上是往
清晰的方向移动。我觉得应该是刻意的，考量可能是认为说台海局势跟过去不同，现在风险比过去增加。国内学者分析，美国对台政策是以自身战略利益为主。拜登几摆出兵协防台湾的发言，虽然战略有较清楚一寡，但是同款无放弃战略无清楚的空间。最近美国卖予台湾的火山布雷系统引起讨论，嘛，予美国公援台湾，会甲台湾推向战争的疑美论，愈侪人讲。这可以说是中国认知战攻势的一贯手法，经由若干本地有心人士的推波助澜而放大，透过扭曲事实、断章取义的方式，伺机见缝插针，企图侵蚀台湾民众的信心，进而破坏台美伙伴关系。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中进前，两国17已经军事对话，美方是画一条红线，讲中国袂当军援俄罗斯，而且提起中国卖对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有可能访台这件代志反映过度。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电影名称《亚历鲍德温》，2021年咧拍片的时阵使用的道具枪，竟然是意外弹出真正枪支，造成一个女摄影指导死亡。检方即阵是按算用过失杀人罪甲起诉。后来学影星亚历鲍德温，2021年10月，伫新墨西哥州片场彩排的时阵，使用道具枪，煞意外射出枪支，造成女摄影指导哈钦斯死亡，而且导演嘛受伤。He said someone was shot. 2 people accidentally with gunshots as on movie set Bonanza Creek Ranch. 鲍德温事后接受侦讯的时阵表示，伊无甲扳机变落来，嘛唔知影内底有枪支。So as I suspected, somebody put a live round in the gun. 不过检方经过年外的调查，认定已经掌握充分的证据。第19对鲍德温甲负责管理影片枪械的陆军海司以过失杀人罪起诉。另外一个甲枪摕予鲍德温的助理导演，去用控诉疏忽使用致命武器，不过已经认罪，会防判6个月缓刑。负责这个案件的检察官伫声明当中强调讲，无人会当踏起伫法律之上，每一个人拢应该得到正义。The charges all relate to negligence, nothing intentional. They are not trying to show that any part of this wasn't accidental. They were just trying to show that they were not exercising caution and care in how they handled the gun. 根据新墨西哥州的法律，过失杀人罪是属于第4级的重罪，若是去用定罪。亚历鲍德温会面临上重18个月徒刑，甲5000块美金，差不多台票151800块的罚金。检方若是会当证明这毋是单纯的疏忽，刑期可能会到5年。检方认为讲，方起诉的3个人，若事先拢有做好检查枪的听书，就袂发生这个悲剧。这个事件嘛引起大家讨论安怎提悬片场的安全。目前鲍德温甲军海司拢否认相关的指控。鲍德温的律师表示，会争取胜诉的机会。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今年的新规定，警察逐个月加班袂当超过80点钟。屏东一寡较偏远的派出所暗时就会关门，由其他的派出所来支援。不过有民众是发现讲，潮州西市派出所到早起还阁无开门，问了才知影讲，警察是去银行巡逻，无人到派出所就果不其然只好先关门。这互当地民众是真烦恼讲，万不伊若有紧急的状况要报案，安尼是要安怎？派出所的门口公告写半暝报案，车卡110，或者是特定分驻所。屏东警方为今年开始，部分较偏远的派出所执行联合护勤。较西近的派出所半暝会休困，西市派出所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有民众伫19透早，就发现西市派出所铁门也是无开。西市与四周等2所非主力所与竹田所实施联合服勤，为因应金融机构安全维护与警力调度的运作。故由所内守望同仁肩负金融巡守勤务，而暂将铁门拉下。警方解释讲，警察是去附近的金融机构巡逻，门口有留主要派出所的电话会当联络。不过24派出所锁关起来，后部分的民众烦恼讲，若发生紧急的代志是要安怎？会不会害怕？会，还是会啊。有人烦恼治安，嘛有人唔甘警察遐尔辛苦，因为骹手无够，或者警察无用到连啉茶的时间都无。我想应该是人无够吼，咁甜呢，无来拢中间呢啊。为中啊中到时无啥吃呢？因为人力不够啊，我们这边好像只有5个人啊。那我去听说要7个人的派出所才可以那个排得出来那个勤务。营养公务人员服务法的新制，
每个月超市附近袂当超过80点钟。伫偏乡警察骹手无够的情形之下，民众敢若会当以联合附近的方式来整合人力。不过嘛有民代认为讲，上好的营养办法是甲警察的骹手保护到野，才会当互民众真正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委托专业的水地摄影团队，甲台东区渔会找3公园的观光藏水点，发现讲离岸500公尺内，水6米深到15米深这个范围是真适合藏水，会当看到超过200种的海底生物。咱先对镜头来参观海底世界。这本创水到3公园创水解说手册的作者陈艺君，车现落开解说这2年来创水到3公园水下6公尺到15公尺看到的美丽生物。3公园有1.4公里长，对海延伸500公尺的富山渔业资源保护区，对94年宣布保育了后，海底的生物是真侪，毋但珊瑚岛的鱼群真侪，珊瑚嘛生了真好、真完整。这摆是记录8个创水点的海中各种生物超过200多种，其中11.5公尺高的苗情独立搭，这种生物是真侪，佮真奇怪。像这种发出荧光色、亲像海草的，其实是一种海参，佮有真侪叫做海中宝可梦的。各种海乌鸡对潮水来漂流，真古水。那创水落去欣赏是无适合绿岛和蓝树的海底景观。我们在这2年下去比较有强度的调查的时候啊，其实发现海底很多很漂亮，而且生物不缺。就是所谓的生物面向，就是多样性。台东县政府表示讲，3公园富山渔业资源保护区经过17年来的保育，海中的生物每1年的调查拢真好。这摆是为了推广3公园水底的观光，特别委托专业的摄影团队来记录，而且出版创水点的解说手册，希望让台东唔但是绿岛，咱是会当创水。离市区无偌远的3元海湾，唔但伫岸边会当提供亲子来欣赏条件大的生物，观光嘛会当使用无动力船创水。和海花唱水，天气很好，然后那个海很蓝。有看到贝壳，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海浪，还有鱼。那黑石纽的周边其实就有全台湾在整个周边的水域最大的这个小丑鱼的这个栖息地。像这样的物种，它如果长期的有那个的引擎声的话，其实它也不喜欢啊，它会觉得我在这边不安全，它就会走，会离开。那我们用无动力来去搭配重装潜水，会比较好。伫台东市郊区的3公园富山护渔区，每1年拢成大约40万人次来观光。即马佫发现讲海底的生物是真侪，官方希望2023会当伫遮开始推广创水味，互国人靠我海洋了解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旧历年有袂少人爱食传统的古早味，亲像嘉义东市场咧卖肉卷、卖菜头粿担，拢有真侪老顾客对透早就来排队。有民众就表示，传统的物件好食，拜拜嘛袂失礼数，排队来买嘛会好。用网西油甲鸭包起来，搁落去油鼎内底煎。嘉义市东市场内底卖肉卷的担啊，为早时啊就足侪人排队。店家讲，平常时固定拢有人会买，过年时啊人搁较侪。那不要见他的摆啊，过年搞啊。那是不早会有那个肉啊，还有笋子，拜拜都绕心累啊。除了肉卷以外，传统的菜头粿嘛是民众会买的物件。店家讲过年时啊有加班来做，但是因为是手工的，所以量嘛无法度加偌济。是讲有的真系就顾客爱买啦。顾客就怕说买不到，所以他们就一早就来排队。准备要过年啊，传统市场内底一寡较有名的店头，为早时啊开始就闹热滚滚。店家无闲做生意，民众嘛四界款物啊。市场的店头就讲，今年过年的状况甲旧年比起来，确实有较好，可能是当下南部的人变多，所以食后要买的物件嘛变较侪。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旧年尾的新年头，真侪公司拢会请员工食买艺。不过一寡较弱势的民众，大部分是做临时工的，无买艺通好食。所以台北市有一个民间团体人生百味，自古到当前，就会请民众赞助家己的手路菜，来甲弱势族群办买艺，互伊嘛会当食一顿青草的。
塞车分好料的款待伫台北车头4块位啊溜的无厝食，徛伫台北市板街 NGO 人生百味，伫咧虎年尾推出街头买鸡来捧菜的活动，向民众无1000多份的料理，互有落无厝的人嘛通食一顿青草。街上很多人是做临时工的，或是他可能是没有办法进去到一般的职场里面去工作的，但其实大家也是辛苦了，也是辛苦了一整年，所以我们就想说办这个街头尾牙，然后为期3天的活动。人生百味表示，真侪人对无厝食有错误的刻板印象，亲像为7成到8成的无厝食有咧做工课，这就甲大部分民众的印象无同。而且无厝食流落街头原因有800款，并唔是大部分人所想的，拢是因为贫惰。那个不稳定的状态，或是还会有一些很不太就是很失序的行为，就例如说动不动跟别人吵架，那或者是他会去曲解很多别人的意思等等的，那其实都会跟他过往的一些在那个流浪经验里面遭遇过很多的挫折的经验都还蛮有关系的，会需要让自己就是表现的，就是看起来很强势，或者是他要装可怜等等，这些都会很影响他。不出钱啦，没有办法啦。一组钱一天出一次忙，赚不到100块。为无同的角度来看都市，互大家知影对弱势者来讲，繁华的大都市是啥物款。除了关怀无厝者，人生百味也向大众宣传参善食人，去回收的鸡卖者等等弱势族群相关的知识。因为贫穷议题，我们当然会觉得好像是很遥远的一个议题，但其实我们希望透过一些有趣、低门槛的方式，让大众也可以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像是我们有重修旧好这个空间，就是开在台北车站的附近，让无家者可以来洗衣服、洗澡、休息。那这边也会有很多的团体的课程的一些活动的地方。那另外有一个零工的计划。2022后半年，台湾的防疫措施渐渐放凉，一波一波的疫情高峰，地区无厝食等等的弱势族群确诊的可能性也提悬。但是社会对疫情已经较无要义，无厝食也是同款。人生百味表示，安怎伫疫情放凉的时阵，继续提醒因防避疫情，才做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记者郭宝军、张水台北报道。明暗就是围炉暝，新竹市母语协会囡仔群举办一好出一菜活动，是说教大家即寡食材甲料理的台语安怎讲，台文字安怎写。因为连面吼，粉是皮啊，包一个，我掺一点盐水落。哦，安尼就芳的哦。大家当然无用款食材，因为今日是一年一摆的台语围炉活动，无论是手工做的菜头粿，也是香港讲的粿仔肉，每一家拢甲家己的手路菜摕出来，就是要互大家食甲饱饱，佮欢喜。有的事就是咱平常时伫厝嘛，袂甲囡仔安尼讲。囡仔就学到，原来哦，这 pasta 嘛会使叫煮公面，就是说，敢若煮公啊，讲啊面，也是讲咱来讲，咱拢讲吼肉燥嘛吼，囡仔就学到肉燥，原来这就是台语叫肉燥。桌顶悬每一项菜色拢有写台语罗马字，就是希望大家哪食好料的，会当同齐来学台语。大家传的物件拢会用台语去写伊的名，互大家知影，这项菜用台语安怎念，顺续会当熟悉罗马字。你要互囡仔学早一菜色台语吼，就是爱教因去认菜啦。只是讲吼，大家伫厝咧传囡仔加减拢会看到，嘛会听到，就会问，就会当用这个时阵吼去甲因讲，咱传的是啥。哇，完美汤。这是新竹市母语协会少年线7年所举办的台语活动。大家讲安尼加围炉，确实真趣味。未来卖甲台语围炉继续传承落去。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今仔日北部的天气凉冷，不过中南部天气袂歹。气象局预告，初二有一阵冷气团到地，温度会降真济。初时的透早会上介寒，平地上低会到11度。若是水汽有够饱，温度有够低，北部的关山是有机会会落雪。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到21度，中部地区14度到24度。南部地区14度到27度，
东部地区15度到23度，外岛地区12度到16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新年祝福大家兔仔年人团圆，家家户户幸福大赚钱。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